我都係俾美容院燒到呢部灌注水光儀，每次做完呢，皮膚嘅通透度真係非常好。講真，水光針我都唔係未打過，但係打嗰陣呢又痛，而且仲有恢復期。用咗一次我就愛上㗎。佢係透過高壓氣體打開我哋角質層嘅縫隙呢，等活性分子由縫隙透過表皮，從而轉入我哋嘅真皮層，相當於做咗一次唔使破皮嘅水光。配套用咗外泌體精華，入面有幾百億納米級外泌體，係直接向細胞層面發力嘅，幫嗰啲冇晒力嘅老化細胞充能量。將細胞餵飽之後呢，佢皮膚自然而然就飽滿晒。譬如話法令紋呢度嘅凹陷呢，就可能係法令紋呢度嘅膠原流失咗。佢唔係話要你一下子換臉，而係一點一點嘅等皮膚改善，等皮膚變好。再加上呢個外泌體嘅純度非常之高，活性都好高。而技術好嘅外泌體呢，就可以牢牢鎖住呢份活性，送到皮膚入面嗰陣仲係黃金狀態，咁樣先可以幫皮膚提供真正嘅營養。而且呢，佢呢款到頭仲全部都係一次性嘅，就非常之衛生。大家用過就知佢嘅效果唔係護膚品可以比嘅。覺得堅持喺幾個禮拜落嚟呢，皮膚嘅細膩度有提升，尤其係嘴角啊，仲有眼角呢度嘅乾紋又喺度慢慢改善，皮膚有嗰種脹卜卜嘅光澤感。Now Me 超滲透灌注美容儀，將安全異味級修復帶入屋，原價13888，而家留言或即刻俾個優惠碼你，7888，同藍棉講拜拜。